说来讲，国民党的消息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仔日甲副手赵少康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等人专工去拜访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，差不多会谈50分钟后，王金平答应要做奥运会总会长，侯友宜真感谢。赵少康是有了讲，王金平做这个总会长，等是加了100万的佣兵，4人搁做伙发动算。 4个人双手举悬悬画动算，这个画面对拿赢支持者眼来是看甲真激动。要找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支持，这透早侯友宜和副手赵少康，甲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做伙来到宏国大楼来拜会。在选举到了最重要的关键时刻，愿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担任我们这一次国民党 总统候选人的全国后援会的总会长，担任我们的全国后援总会的总会长啊，等于是替侯康配尔增加数万甲兵。50分钟的拜会了后，王金平关键时刻答应接下侯友宜全国奥运会总会长的职位。严格进前，风声讲王金平因为无得到国民党提名不分区立委，所以无要接这项职务。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要来再回国，我绝无此事啊！来帮忙支持的好朋友，能够共同也来支持国民党的这个组合，就是 侯康配。王金平的加入，可能会让本土的南亚支持者回头。那国民党也放宽禁过令，由家囝家己评估，那是对选情有帮助，拢会当找郭台铭来徛台。那过程当中，如果有任何的不满，都怪朱立伦。所谓错误，大家长朱立伦家己总担，团结会当团结的力量。那和贵党的有交情的王金平，甘愿意做这个整合贵党的角色。这个当然也要获得郭董的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愿意，所以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来做最佳的一个努力。国民党的初选，再加上军乐会后，要安怎来修补和贵党的之间的感情，嘛考验到哪样智慧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